收看《后上泰山宫》，有法泰家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松姑，又到了安尼老后上人大最久嘅时节。安尼都平常时生活家下，做到做事做到冬天嘅时节，就想安排一场细细嘅旅行，并且变下轻松地位。不管係個人嘅旅行，又係個人嘅旅行，想到旅行就微嗲嗲嘅。不過咧，到安尼旅行嘅時節，只常會發生當多想到嘅事情咯。安尼今日邀請到60個後生人，老大家共下來分享幾條旅行嘅故事了，掌聲來歡迎。首先，老大家小幾度係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發1系列前就做得去旅行嘅子怡。也聽說等下老大家分享下用版對小資旅行。第一集老大家小幾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經驗上嘅凡神，K山溜洋嘅李家家家。小危險，小危險。好，唔講嘢貼你。可能 K 山先練一下，K 山先練一下。先練一下。第三集老大家小幾度係嘉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嘉怡，我係親鄉讀到會出茶室嘅旅行朋友。哎呦，親戚會讀到嘅很。冇啊。一般，但係 K 山我恭喜。好，三個老大家十個係旅行嘅時節，就會出色嘅白強。出乜嘅先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嗬旅行嘅時節哦，大風圈會算到清清楚楚嘅白強。哦，就係講個調算盤，算到都清楚。哦，聽晒啦，下首嘅係飛天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飛天，我當好時差同大家出去了。飛天，你係差可能從落航班換小巴。拖拉鼓。哦，拖拉鼓走對，貨車走對啦。好，最尾老大家首嘅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對旅行唔曉好多錢嘅小鳳。哇，對唔曉旅行，做阿爸就錢。啊，做阿爸就錢咧。係啊，兩下家要靠老太太講到都旅行嘅時節，即係講讀到了對想唔到嘅事情，也係韓國家自己沒有講到，用辦用細細嘅錢。滿足自家太太嘅享受嘅自己套，老太家分享一下，用辦來規劃，用細細嘅錢來享受到那個太太嘅滿足。像之前就有講到嘅秋冬旅行嘅補助嘅方案嘛，唔講我去緊係冇。佢我嘅朋友有用過兩隻補助嘅方案，嗰陣時呢，你就講那隻一隻間房就做得補助1000K哦，係冇？嗰陣時呢，我嘅朋友就講愛用青好啊，因為呢其實青島嘅有幾個嘅名單做得參考，做得去甲去讀。唔過你去甲讀嘅時候要注意咧，因為地位對青島嘅品質咩冇嘛強用。哦。係，像有啲時間啊，像叫青島嘅名單嘛，叫固定愛批下嘅離沙。唔過佢政府派嘅補助旅行嘅方案嘅名單啊，佢青島嘅名單，但係就青島嘅名，唔過我冇辦法見到嘅名錄，嗰時我應該開一隻名錄，我開一隻 Google，去特別去錢去搜尋，嗰時非常嘅麻煩。嗰時就講起來有得誒，你名單所係有得毛，係有大家有進步嘅所在。喺你家咩用過呢種嘅補助方案？嘅旅行嘅補助嘛，我記得我朋友沒有講過，就係將嘢身份證啊傳上去就做得咧。韓國家下沒有講，就係個補助嘅離山嗬，我老爺嘅補助嘅方案我要強用，嗰時我先限車，當然咩都有一些麻煩啊，我去請款呐。唔過我知道有樣補助嘅1000元，因為當初啲外島啊，都得用200，佢本島仲得用100，嗰時有樣100幾費當然可以用啊，要用嘛？嗰時間可以用，唔過冇去啦。佢除咗咧補助嘅大嘅部分以外，青春還有補助其他，譬如講像設計地方沒有補助係嘛？有，嗰時我朋友就有用，佢就講啊，除咗有呀離沙嘅補助1000元以外呢，還有呀雅士嘅抵用券200元。嗰時我知道就當好啊，因為佢哋記出老我分享講，佢帶嘅逢甲夜市，除咗有呀離沙嘅1000元補助以外呢，還有呀雅士嘅。幾多錢？200，冇錯，200元抵用券嘛。嗰時呀2-3年強下去了，就1200就得用。嗰時我知道 CP 值動高啊，嘿，就動身的貨，嘿，聽說可以用一下啦。就是小資族，行業小資族，就聽出來用。不過對個地位當然有青島的規定，大家假使唔驚麻煩，想要上線就當然而已用。假使你用驚麻煩，那你就不要用，就是用周太陽有錢就任性一下。用白強，用天，係唔係？你有用過嗎？你冇家己嘅用小線，太過小。你老大家講吼。
台家圈地吼，应该看过吼，第1季到第2季吼，圈地应该全部行应该群强的代表。有冇？有喺嘛嘅大有饭店，喺嘛嘅。嘿，不过刚才最便宜的是这系代的，嘿，老太太讲一下，因为咱妈妈讲吼，娘班最3000的放血是每发钱。嘿，就算佢就一千 Q 嘅补助啊，就算牙洗啊，就200 Q 嘅这个抵用券啊，哎。可是你真的只会用1000块的饭店跟200块的夜市吗？你一定会超过个价钱呐。嘿，所以你唔会去住，唔会去带，唔会去用，用到钱，应该系最上太聪明了。你会算又会出呢？你系赶紧调算盘系冇？嘿嘿嘿。你阿妹妹不用抢手也我妈生我的时候，那个脐带就用算盘连的。每天在算是不是？给报名前间有用到那个旅游的补助，还有朋友有用过。后来啦，因为其实我当欠钱啊，以前让我妈妈讲啊，不过真正当便宜呢，当划算呢，啊真正当上去啊，妈妈讲。就是不要花钱这样子，我讲我就看到，我朋友嘅免税档哦，佢就po文讲，哎呀，今日买去带5星级饭店哦，用几多小嘅钱去带哦，不过佢美老大家讲哦，这个申请的步骤动复杂，动麻烦，动麻烦哦。譬如讲，因为先去嘅饭店，你确认讲吼，哎，你就订到吗？有订到还是没有订到？咋个咧？因为前一天也要去那个补助那边去确认说，该几千个 K 很用办内容，该盘点，因为每一家饭店使用方式又都冇相同，还有最美哦，最高咯系要上传身份证，还有咯想讲，哎，挺复杂的。其实这个补助方案还是针对少部分的人族群做设定。还有上音。不过那简单来讲，就是复杂，因为好复杂，还要验证你的身份，比如说给好没有那种诈骗的问题，因为动将用你请财用信强，然后他如果没有限定说一上映者用100，那可能我去申请500次，那没走的啊。有可能。还没有要按照情形，但唐公安回去没有用过那补助方案系冇？唐睇大家讲啊，其实自动啊系念唔到嘅，因为念唔到便宜系冇？他们讲该申请该方式动复杂。我该东西是一开始我系冇打上来申请了，我系入住了机场柜台，我都签符的咯。机场柜台打电话问我讲，哎，我们现在有那个秋冬旅游补助方案，你要不要用？我是问佢讲，系啊，我是问佢讲，家人用班用，佢讲，其实问我讲，你有带身份证明吗？比如讲身份证，我讲有，他开始问佢身份证，其实让他全部弄好，然后就抵1000块啊。那我其实才让你英后啦，给资料。一直7家都记得，因为我记得都会提前先用，可是都也是这样，那就对判断唔会提前嘅。对啊，所以我讲我念唔到，应该是我也要去检哪里有？他就福差饭店、老饭店，用系台盘店，升级的盘店。很大概是这其实房型也不错，两种名称，虽然讲佢未当新嘅盘店，可是我是都安因有传导咧。动不过大家假使唔讲嘅，因牙叉叉、吵吵闹闹的时间。因为佢动到旅行团啊，因为佢系盘店，就是台盘店就要安样情形。不过家父已經講到係5星級嘅台盤店，不過談講嘅持有行咪就得用咧旅遊嘅補助嘅，消防都係留大家小記下做持有行嘅時間用辦用到咧旅遊嘅補助嘛。那就嚟搞太假啦。開始。哦，唔係啦，因為都好有一個朋友佢就喺旅行社做導遊嘅，安尼一天你說號稱是不是？我記得咩事係嘛？大家都設計啦。因為基本上來講咪好，就搶高期就一天低嘅嘛，因為佢冇可能唔低。也還好，也政府嘅旅行補助基本上唔要直接打電話去，嚇，嘅飯店已經普及化，佢就發直接人安排，就跟他講嘅嘛，他就直接問你要不要折抵。啊，也他講旅行社係講幾團啊，要去申請其實有較困難，因為佢旅行社有嘅扣打，哦，嗰係有在政府有在保護機制，古時候佢旅行社吼，佢喺審查較嚴條，古時候供應也係講自助旅行，因供應要去嘅基本上也係已經很多。老政府有批下嘅飯店，也都已經普及化。打電話去，佢就在講，我啲片油，有時要用冇，因為有啲人已經用過嘅嘛，用過就冇嘅。有時要用冇，有時要當簡單。佢基本上其實飯店嘅啲廠係講5人來到，
来到个证件，佢要去申请，等于讲给他钱迄饭店先出，佢之后张去落去抢下来，你可以直接折抵。哎，东方边。哎，真嘅呢，唐有来了种嘅补助方案，对any其他了种平常时无啲上钱嘅人，亲像係一种严重，像附近嘅市道嘅严重嘅感觉。不过啊，就算冇了种嘅旅游嘅补助，你都平常时间用办用些钱，享受到太太嘅满足，用办来安排小资旅行嘅介意。用贵州旅行来讲，机票某一天买便宜航空联航，不过机票抢便宜，不过其他我人都个再买，像行李。还有4类夜条，便宜航空冇水咧，冇水，然后便宜航空订到算唔貨啊！嗰個航空公司接都會要促銷法拖，做啲掃描去查看要便宜冇，再過來帶個地方，做啲前民宿，也係公寓式飯店，雖然冇太飯店嘅沙皮，唔過價錢搶一般聽聽。你家來分享下用版型小資旅行。係，家下。假如講國外嘛，嗬，誒講一下國內好咧，嗬。我喺台灣嘛，古時候其實你啲台北、就有東都、東江，因為我們是把台前嘅素材做嚟來去聊，像客山就係東河嘅縣城，怎麼嘅講客山東河嘅縣城呢？因為像我有一擺去嘅陽明山的擎天崗，你就帶到去到呀士林站嘛，去抽一貢茶，抽貢茶去到擎天崗啊，聊聊一下啊，動作嘅時間呢，你就走地呢來到。沒走對啦，老樣牛誒好，鄉下來說要牙川，係咩喺東？是記了嘅菜。係啦，係嘅，自家有啲牙川嚟老樣牛，係嘛，老去鄉下嚟共識。自家帶東西是唔係老去鄉下食，係老去鄉下食，係佢老一直做野餐嘛吼。下晝嘅時間呢，嘅士林唔係有官邸嘛，做啲寬法嘛，誒，仲有花季呀，韓國安補呀，又有士林嘅雅思。要做啲紅一下咧，嗰陣我啱用雙寬啊，因為我帶桃園。要買東西咧，哎呦，桃園到台北，嘅交通費差唔多來來回回150元，嘅去野餐我準備下差唔多150元嘛。韓國去雅思紅了一下我冇買3號咧，搶食嘅東西就600-500元。冇可能，我是這樣子，150加200係多少？5、4、3、2、1，你算不出吧？買3元聽聽啦，買3副要花咧3000塊啦。唔講係唔會，其實我去雅思唔會買3副嘅，唔係大白去雅思會買3副。因為你都穿你媽的啊！不要講這個秘密出來好嗎？誒唔錯，其實嘅你家講到咧，關於旅行，自家係接自家嘅錢包要結態。我見去雅思本來想去花200，結果變到2000、2萬塊，佢就算唔貨，係唔係？雅思買到2萬，挺厲害。佢同厲害，佢觀眾朋友，你們想下，你喺用版很多國內也喺國外安排了個小資旅行，韓國你都出去旅行家哈，會唔會有第二事情笨蛋想唔到，結果咋發生咧？係哪第二事情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搞傾話來分享了。那機票呢是那個我們世宗哥最看不起的聯航哈，這個廉價航空，便宜航空，廉價5000有找，來回因為出發之前來簽一架100張平嘅機票，哦喲最便宜嘅，他就該大概盤點，要動到個 APP 啊，做啲比價啊，你做啲青島5星級嘅盤點，還有游泳池 buffet 哦，1折，1折，去零頭。歡迎大家到咗嚟《後生太上宮》嘅節目嘅現場嗬，咁滿大家講係用版型來安排咧小資旅行，不過談講嗬，你財長越生意當厲害，啱啱嗰幾數就卡起來咧嗬，哦，只係講佢出國外嘅時節，慳咗啲安排少少嘅錢，太太嘅慢招。哦，前幾日太嘅慢之後，大家又談清楚咯。因為街下講熱議哦，做推翻舊哦，所以講啊500塊，好貴哦。你睇到用那個放箱，你用最少嘅錢，然後過到那種最奢華的生活。談清楚，去年嘅時節，我去到韓國啦嗬，你睇看嗬，4月3日。包含個機票，大嘅盤點，食嘅東西，然後理費，總強哦加落來
几多钱？4班、3班、 2班、52班、班講2班最少吼，大家哦，像上講2-3萬係最少，2-3萬為大家貴屋嘅，唔講貴屋，古年大地方係冇貴屋。熱生意4天3夜1萬有找。便宜，哪有可能？好高哦，哪有可能？去韓國旅行，然後去韓國打工係冇。冇，哎呦，我還穿韓服 po 文咧。搜尋一下張博謙的 Facebook。所以你哋有見前面睇冇啊？冇，老大家講，嗰機票咧是那個我們四中各最看不起的聯航哈，這個廉價航空，便宜航空，廉價5000有找，來回。5000有找，有可能。你都該因為出發之前該簽一架禮拜漲平嘅機票，哎呦最便宜嘅，佢就該大概盤點，要動到個 APP 啊，做啲比價啊，你做啲青島5星級嘅盤點，還有游泳池 buffet 哦，1折，去林頭。哇！今天喺杜後幾隻叫我幫嘅啦，估數當1折。咁咪少叫吧？還有因為搞個手材，譬如講遊樂園啊，學個東西啊，還有我穿那個漂亮的韓服啊，韓服，穿走的一種票券會停，所以你看1萬塊是不是很美？還有你還有寫東西，因為是尖峰時刻啊，你狗的尖峰時刻，給它就打折啊，很美，你還不是拍出耶？啱好嘅事情哦，大家會學嗬。好，做對冇？做得。冇相信。好，係咪安尼啲哈？超過1萬 K 有些老萬人搶錢哈，對大家就低啦哈。回去做啲老大家小嘅台灣嘅時節，台灣有哪啲地方做啲大家好好嚟小資旅行有意義哦？我會去當到主題館，比如講。我去雲林後咧，是有我去過雲林故事館啊、布袋戲館啊，還有乜嘅相片翕相婷婷，乜嘅翕相婷婷，梗係有文化嘅嘢，做啲天娘嘅文化啦。該上只是走文青路線，還有乜嘅虎尾沙龍村，我最推薦，係我去到安運動。沒坐到飛機。我們這個行業咧，全部從人家介紹嘅鄉土教學。戶外教學，長度成為水母。我剛才親子行，我在躺清楚。你還沒離開地表面呢。這種啊，當然冇人係咪最好去嘅，你必記得哈。但是有冷氣，哦，這個太容易了就放水。大家的那個 TA 這個目標目標咯嘛，從以前嘅後生因後要用細錢，嘅爸爸媽媽來圖生嘅，其實兩種嘅奉獻就最好啊。所以大家想要去的目標咯，你看就用半天用那目標的目標來上錢，那係大家做係好，因為可能你觀眾朋友沒有那種爸爸媽媽喜歡圖生因去，那種主題館就動寫拍台子㗎。不過，一講到咧旅遊嘅些旅行嘅些，去旅行家哈，從頭會有發生乜嘅事情，本但紛紛喜出門，去到幾片。原價必杯，因為冇人好嚟啦，我人7、8攤，會有安尼情況發生冇？大家都原價必杯，用會安尼咯，阿志。我有原價必杯，唔好唔係老愛衝下出去旅行嘅人原價必杯，我係老當天嘅人原價必杯，厲害哦，因為唔搶嘅語言咯。因為大家都係講係就稱好去日本嘛，你就講日本嘅人都懂有禮貌啊。有一擺真嘅愛讀到厲害咧，日本大魔王。電車痴漢。不是的，是日本大魔王比日本的阿爸美。就係咧，有一擺愛就去日本啊，嗰陣時愛到日本嘅時候，佢差唔多係早晨嘅10點11點，像這樣行咗對啊，唔係人睡夢嘅時間啊，大家應該都很長嘅啊。有一擺呢，愛就行嘅空嘅地杯度，忽然之間，一隻日本嘅阿爸美就出來咧，出來就講。然後哇，哎呦，今天就日本過耶！佢講走唔嚟，之後我說用嚟呢，佢就講硬嘅行李，聽咪講下波呀？佢講你話，佢講硬嘅行李啊，扣落嘅，佢就講硬嘅行李啊，扣落，非常嘅吵，係跳吵咧，硬就雖然硬冇辦法講非常好嘅日本話，唔講硬談嘅是基礎嘅講嘛，硬就講扣落，硬就點？すみません。硬就講すみません，唔講硬就講硬冇辦法講日本話，硬就講硬用講，佢就講日本語大面係來日本教啦。
我就想好你啊。躺些是啥？應該同佢說一時咧，好，我就想，好，我就冇查，因為我今日就看到我嘅大嘅離沙嘅條件樣，所以人嚟回數，係咪？幾日過去，幾日過去，佢就話，幾日過嚟，幾日過嚟，我就好，我就叫，我就咳咯，幾日過，完全冇差距。以後喺內地我每本係這樣嘅，我做樣日本茶未懂，對為什麼係？係啊，唔本係這樣，我就這樣。到咗一老年買車就強用，我就冇喺差叫我係繼續咳咯，向你我就嘅條件就講，誒，家上去佢要對冇真相，係我就家上去到我嘅善良，我就將嘅我嘅門關起來，佢起來就自己從門嗰邊看到啊，嘅阿爸咪係請日本嘅警察來哦，啊，我就行李而已呢。我就開車，你懂跟離沙嘅條件就見到，哦，咁樣拿晒，嘅警察就不，就他們事啦，係愛用刑啊，就唔掂，因為嘛，為嘛嘅佢錢嘅警察係咩唔簽名掂？做乜嘅呢？簽名後來呢，我就想，哦，你就帶你去啊，跟你呢，你也建議，因為我係帶2日嘅時間，我就冇想去揾地方，而家揾地全方。都多機嘅。係啊，冇，都得強。因為我就驚賭鬥機，就非常的驚。嗰時候我就特別去做那個行歐杯嘅項目，特別留一天過來，我將做啲帶到行到我帶嘅地方，非常的麻煩。再過來呢，我帶嘅地方嘅沒有路當紅嘅上來，完全冇共用。還有你洗身嘅時間，嘅小水還愛用噴，就我被卸。係我被先，嗰時候我洗身嘅時候，非常的聲音，那冇一本嘅小豆啊，非常的回小豆喺做風蛇冇。到咗而家洗成一隻跳舞一下，一本小水碌到。係，嗰陣小水碌到就非常的聲音。嗰時候我帶到T3嘅時候，我就感覺我冇辦都唔法。掉咧。我都唔掉，我就想 T4、T5、T6年，我就冇想去帶你，因為我發下錢，我向書嘅，唔係來書仔係啊，可以講嘅阿爸咪，係冇。嗰時候我就留嘅，因為我都用 Airbnb，係，我就留用 Airbnb 留嘅條件用過，我 T4、T5、T6年我冇想去帶咧。到底退費嗎？係，你就係問題，遇到問題，因為我T3年聽啱講咧，嗰時候佢就講T4年嘅錢咧冇辦法退咧，因為我聽啱講咧，還有T5、T6年嘅大變數嘅錢，咩冇辦法退，係，就你要自己 keep 數就錯。嘿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唔公平啊！因為我帶嘅地方就讓人用在那可以完全冇效用啊，係冇，嗰時候我就直接來一邊講，我係翕相啊，係。翕嘅樣片，嘅小水一樣噴嘅樣片，本呢個 Airbnb 服務人員看。你去翕個那個阿爸妹嘅，出到馬地照，冇嘅。我要攞佢講嘅故事，係講日本警察來又慢嘅講青松嘅故事。很強嘅厲害哦。結果呢，一聽佢攞佢反應，結果又慢，因為咩就嚟講，你唔是少 T4、T5、T6嘅錢全部退本嚟。韓國人呢，佢係補充嚟3000塊，結果我就啱啱聽清好嘅檢房，又炒嘅聲音又通血。唔但係聽嘅清好嘅檢房咧，唔是啱啱發錢，韓國人係要零用錢，因為佢要補充嚟3000塊。哎呦，夜市抵用券。係冇？夜市抵用券。這樣做對呢，到處有穿都係。嗰時候一聽佢反應唔是咁。不過你喺就大家喺出去了，時自己要做好嘅功課，唔係講，你自己喺那種平台上，自己也要有一點點的責任感。如果我聽到那個細節係我自己去反應，我自己去做那個動作，冇你就自己擒來運下來哈。像你家出去了嘅時節，經常發生一種等人講嘅事情。冇錯，唔過我係買啲國外喺啲國內甜甜，跟住我就去台灣啊，去漂菜嘅啦，係啦，我漂菜去宜蘭了，宜蘭當然係海鮮凍品你是菜。係唔係藝式茶？唔係藝式茶，泡菜唔係藝式茶。好，又未從點？跟住就我就喺沈上然後從 SHE， 哎哦，看到嘢茫然嘅海鮮，又未從點？我就喺呢去到底部度想講啊，可以拍個專輯封面，哎呦，夾夾呢翕相，看到呀無人海邊，把握起來，食材是到海鮮底部度。嚇？海邊講乜嘅？海邊呀邊你食材是到海。海邊呀邊順嘅 V，條錢其實有啲吉普車。上開係嘛？你想講，英國要做啲是唔係啊？嗰時候要講。Hello。但係都唔抵啦。係全部傻嘅咩？我咪都唔抵，跟住就說是你嫌。真件冇
想到，因为俺头前有台茶的嘛，就先放出去嘞。想讲，俺差不多去有2點鐘嘞，差不多要出去都市來嘛，我去食飯嘞。我想到呢，俺我食出去嘅時間，是唔出去？茶是唔出去，嘅茶嘅嘅鏈呢，吼掉到嘅沙灘地位度。哎呦，係啊，你想講出去推茶。啊，沒有，哎呦，哎，勇敢散哦，哎，就亂唔猜啊！你想講完了，完全都唔得食出去嘛，吼。我說完就想講，哈。嘅人前面來叫，哎救命哦！好快猜啊，有一個鄰居的居民哈，佢騎我都拜過來，哎我聽說他也騎進海灘哦。係，幾時嘅冇啦？幾時你都海灘，唔過喺啲連審聽聽就下查過來，哎你哋做乜嘅啊？我聽說冇啊，佢想講，哦走地，哎後來俺搶你哋吼，向下嚟檢查。過來聽說你哋，唔過俺等了1點鐘都冇人來，後過來猜有一個吉普車，因為吉普車4輪轉動嘛，我們一般車是2輪轉動嘛，我說吉普車俺就來得俺個猜按用出去按用，唔過啊，清明俺不要又發生那些動槍嘅事情，吼用板槍呢？用板槍，等下再來講一下，我談講嘅當電影講，當好笑、當神奇嘅事情，等下再來老太家跟我來分享下，你出去了嘅時有。度過嘛該當電影講嘅事情，韓國你要用板來避免嚟到地雷咧，等下再來老太家跟我來分享了。最底盤這邊好像掉了一個什麼東西。幾時間呢？用咧雅思用刷了以後啊，差不多10點11點。想講啊，正常嘅店嘛，全部都冇開啊！哈，他想講啊，用家產也不能這樣，救命！我沒走你按用嘛。我說呢，後鬼猜幾時間俺就看到嘅羅東夜市福泉呢，一位歐多拜嘅店鋪。翻來啦，多轉來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咖喱卡講到當電影講故事老差嘅事都嘅海順海灘當紅，後來本人叫出嚟過後，安普頭又發生乜嘅事情？我唔懂槍嘅事情，用板槍啊，都唔樣槍啦，因為幾時俺就票茶嘅嘛，其實票嘅茶嘅吼，因為俺愛上錢，我說就票嘅較便宜嘅茶嘅啦，佢試一下吼就咚。附近整個，唔係你哋有痛蟲？唔係啦，唔係就痛蟲。喺看到呢個茶嘅下邊吼，最底盤這邊好像掉了一個什麼東西。當電影講掉啥？跟排氣管掉下來。完了，一個月嘅錢吼都冇咧，我要賠人家錢嘅冇。幾時間呢？用咧雅思用刷了以後啊，差不多10點11點。你們還有心情去逛？就是要回家才知道的啊。11點嘅時間吼，想講啊，正常嘅店嘛，全部都冇開啊吼。他就想講啊，用家產也不能這樣，救命！我沒做唔嚟按用嘛。我說呢，後鬼猜幾時間俺就看到嘅羅東夜市福泉的一位歐多拜嘅店鋪，佢貼門吼，就都要一般的聽，躺到佢底部都有一天使上，我們就一直扣，有啲歐多拜嘅店誒。係啊，我相關嘅都會查嘅嘛。應該都會漲嘛，哈！跟你說，扣，我們就產生我們的美人計，說啊，跳家，拜託，哎，下杯凍秋，拜託咧，嗰時候你嘅跳家咩？當好事嘛，就攞你漲一下就漲好咧，就知道哦。凍秋啊，建議咩係當幸福嘅建議，當幸運啊！真係莫名其妙。古時候漢白去搞視察，看還有人嘅觀眾朋友千萬唔好身邊去一個沙灘度吼，就會掉到嘅路吼。不過你下問大家是係個，你出去嘅時間，人身邊嘅上人聽眾當重要，唔管佢本單係人嘅親人，也係人嘅朋友，好來托啲上人，然後你叫下去嘅上人駕駛，然後你。都唔貨，唔規則離場就快槍就快踢。對他家來講，最好嘅離盤係乜概念咧？至於我感覺最好嘅離盤係每天稱為天數年嘅人，一天我利用3年做啲互相批下嘅，因為我感覺大3年離行嘅性格都冇嘛強嘛，嗰時候做啲互相批下就會最好嘅離盤，因為大3年都冇強用，是下嘅人都冇強用，我要睇老強講一般冇強用。好。老嘅男朋友呢，就係你都係佛系離行路線，因為你真係老爸強強係上禮拜就聽下禮拜嘅機票，出去玩是一個靈感，對，因為出去了咧，靈光乍現暗用係，韓國呢你咩唔會安排行程，你大概都講，聽講你去哪邊，好，自己呢下就前年，好，聽講你去呢下邊，
俺做唔得呢，大家都地嘛，因为观众朋友没地爱吼，俺是又上来后上台中，又 round down， 又 round down 在都在体力行。唔会让你出去啦，唔会让你。要有计划说，你还会再给通告单啊？乞丐还会1审、2审、3审呢。会快飞啊！大家还去上班，你去吃饭，还有发通告单给大家。还会讲几点书画啦，还有讲最后你还要核销嘛，对。其實我係真係知道，係唔係我係有。係啊，無人嘛，像我就是佛系里向，嗰種像我人嘅男朋友啊，有啲是，你可能你要看嘅東西冇看，佢看嘅吉他，跟我要看散步，你就那我們就先分開一下，記到啲人真啲那邊飛下，哦，走得，嗰時你就先好嘅離盤咧。所以分享要離行，根本就會放閃吧？你要靠你上好嘅人喎，嘿。你家來分享下，你心目當中最好嘅離盤係乜嘢？其實我心目當中最後嘅離盤，因為千英。係啦，然後按牛老奶塑造成這樣，好不好？因為我其實懂簡單嘛，吼，懂吃鹽啊，就係有大家就基礎做啲人嘅天數懂到嘅。我啲愛離盤嘛，會炸茶嘅你。這個在炸茶。你說炸茶？炸茶。炸茶哦。這個在炸茶中嘛。炸茶中嘛，其實我係從上講咯。唔是成個啊。好 ，OK， 停。唔過啊，其實我愛離盤呢，應該就係愛攞嚟排好些一行程，天氣動位協商。浩辰。哦，做得。給頭油嚟做得，給頭油。做得。阿總顧未做得。係，唔過阿總顧係知道攞去出去動油壓力。係，因為做唔得，按個水都爆爆，唔知點。有啲咪紅蟲，有啲咪紅蟲咧，我是走嘞。騙哦，你嘛係。唔係做唔得，因為出去嘅時節嘅湊晒些天才古天啊。個定下就好。做唔得，動大聲啲嘅。做啲先協商啊，開風景啊，大嘴鼓啊。我是遲到做唔得，因為你睇同體嗰下等30分鐘，聽叫佢當打鬆時間嘅。誒，白強來講，對於來講最好嘅離盤係乜啥？最好嘅離盤哦，係你喜歡嘅人啦。我最唔好嘅離盤係乜啥咧？唔喜歡嘅人。錯，尤其係公主病、王子病嘅人。啱啱做咩攞完去離行？你咪公主病。啱啱公主病係上去出場公主。公主來了。佢冇聽，佢只會公主。有一個人，有一個朋友哦，叫蛇妹啊，佢吼有一個習慣講吼，他不能走路走超過5分鐘。啊！嘿，真係有冇窮下落去窮下出去了咧？大白落去出去嘅時節都要坐計程車。哎呦，沒有錢啊！哎呀，都唔窮白欠哦。我攞去做朋友嘅啦。所以咧，你完全唔合該客家精神嘅離行啊奉獻，所以不合格。因為乜嘢嘢攞去出去？誒，就你係網友係嗎？沒有，因為機動這樣。台山係啲嘛，你老嘅給讓差得好貴嘅車，使到應該係死嘅貨蔬菜，除非講係讓我老愛窮下去嘅時節，因為讓我可能去總得行安排條路嘅時節，對，錯給讓差好方便。不過假使係老愛窮用係後生應該就唔會行啊，係啊，就看睇係冇。冇錯。嘅，接下來想請大家來分享一下，自家有乜嘅私房景點來推薦本台自家咯。小鳳先來講下，哪個私房景點係乜嘅？因為吼，頭班啊，當然蠻耐就好去了，也較細年嚟較睇啊，我基本上我掠一波嘅，我同好去嘅同主題，差唔多10點鐘出門，吼就先到嘅10分路街，10分寮瀑布啦，哈，因為記得吼，有山，吼又有瀑布，帶細年嚟去翕相。啊，掠一波都係搞細年嚟翕相啦，就老細年嚟翕好以後，我本意看，講家下安尼翕有好看無，啊，叫佢就捌啲嘅。啊個10分寮瀑布視察到嘅芙蓉海水浴場，差唔多40分鐘，點點，係家下喺山咧，也下都快順。係要到啲沙灘，啊記得也下本政府整理到動槍里，又有沙雕站，又有個芙蓉便當車站，還有比基尼都在。冇啦，最主要講記得誒也下本政府變到動槍里，個沙係是也算動槍嘅沙誒，啊就是搞水，等於講因應嘅時間嚇查視察有冇講。
发生到事件，又有山的好高，又有水，海船都在去。既然开啊，甲小凤讲到了要推荐嘅行程，不过像嘉义要推荐一个大家都伫台湾嘅旅游行程了。推荐大家去台中大甲寮，因为有多好事嘅，还有大甲镇澜宫，迄拜妈祖动出庙嘅庙，重复动行动风，大年嘅妈祖绕境，青岛嘅信徒会穷下去会行家人。差唔多360公里按言300公里。真勁，跟台北到苗栗站120公里，对不对？行路唔低嘛，300公里是同燕。真嘅。古松你真嘅有去老街，聽地媽祖安尼老街。我有聽講過龍橋帶。哦，龍橋帶。那個。酸教底，酸教底，那个口袋。因为伫个弄口袋哈，有一只鬼天哦，我扑定家下个数字条一定要握拳头。哦，为什么？为啥个？因为哈，无生意都不应该都是。上個係問佢穿好咧，假如來講，用白銀龍橋帶，係大家排咧排到重，就看唔到面哦。大家排咧等媽祖上橋過來，家下就有人喊講撲下去撲呢，我就撲下去，結果一下就過誒，我就唔知發生乜嘢事情。我唔知啊，發生乜嘢事情？撲呢，唔講。就感受到我會平平安安嘅，有受到媽祖婆嘅保庇，心誠則靈。心誠則靈。其實嚟講，不管係媽祖像安尼太甲媽，也係愛拍沙屯嘛，就到台灣真見係董事啊，比種當年嘅 Q 啦3月20前後，就太甲就種3月會點媽祖，就安尼嘅情況。我殺下來請安尼理解來小解台灣，還有哪一條景點做推薦本太子噶？來推薦呢就係個強島。嘛個強島，中國嘅強島啊，綠島。拜託啊，教下大家，綠島嘅客家很多火燒島。哦，火燒島。所以它是火山島形成，叫火燒島。我老太家推薦佢喺火燒島，因為呢，嗰個氣候真係係東江以外呢，又有海水嘛吼，韓國啊，又調到，冇，而家就冇調到咧，最重要嘅呢，因為嗰邊有乜嘅海草蛋餅跟海燕窩，東後生應該按不一樣嘅時間要做一啲夜遊，看到東島嘅路啊，東島通步的，真係有啊，韓國。你做得看得到呢，一抬頭看得到東島山呢，最重要的呢，3秒鐘就可以看得到山的下勢。哦，大家真叫我去下呀綠島東江。冇錯，香港嘅理解還有其他，還有客山嘅行程，你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家來分享下。到喺台灣還有哪一條地方好料好個，還有大家想去挑戰，自己冇去過嘅哪一條地方，等下再來老太家向下來分享了。我就是把我私密理解講，我看應該要吸收啊，這樣按好高哦，韓白走在塗鴉跳下去哦，他就簡單回我說，可是很難哦。其實大班幾都敷衍嘅，其實大班就看到佢老披薩先會朋友出去講，我就講，咩聽嗌佢就講，哦好，喊一百來個，後來又看到佢老披薩出去，大家心平氣和一下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嗬，加要講到喺台灣其實要聊下青島同學去結識，像人嘅呢家未去過當有名嘅王美山、茶壺山係冇？係啊，去到茶壺山，其實每次都唔會去嚟，咩當簡單就上去咧。唔講啊，佢上去嘅時間其實佢係有步道嘅，啲啲登過嘅時間咧，登過較難一些咧，因為佢就會刻嘅石頭。韓國有熟嘅按鈕，嗰時候啊，上去嘅時間呢，你就會看得到東江嘅美景啊。嗰時候嚟到茶壺山上前啊，韓國咩都會看得到東江嘅景色，咩都推薦大家。真嘅，唔過
平常是无你结善关系的人，真嘅唔好千万去后边去挑战掠到5杯掠到3。曾经看 Discovery 时候咧，其實三門山俺死都走的，因為俺福卡多三門山福泉、石門山嘛，東河嘅山，你如果好漢坡都征服不了，你冇想去嘛，該插福山掠到山。也係先去個象山出好嘅。哎，走的，如果象山都征服不了，哎，台子個注意自己嘅身體哦，莫去挑戰哦。講到山，回聽我哋講一撮台灣當有名嘅當高嘅山。嘿，東高改善，因為台灣500座名岳，該座名岳是嘿，500座名岳，你的登山入門款，按到合歡山北岳。走上去走下來差不多2點鐘吧，你就登百岳了。嘿，你只登百岳嘞，所以唔會動難，連雙寶都走得行。哦，所以入門款。不過撒哈拉門菜真係成日家講到安多安好嘅素材。本日頭行一班，因為安排去哪位？你想最想愛去嘅地方係哪位？來自己。我愛去富小島，你會甲你甲講嘅，個非常嘅好搞。因為佢講唔就想愛去。係啊，走嚟去神下寺的因為佢講有路啊，又有神嘅下寺啊。沒路，滿那片都有路，沒路。有路，還有神嘅下寺。古時我親時有許願，他過來我咩當想去 Okinawa，因為嗰陣時我即係結婚嘅時候喺啲 Okinawa，安夠嘅咯。好。我講咧，我就很多非常洋葱，我就冇辦法好好講，還有我非常嘅想念嘅海葡萄。哦，當上嘅是嘅東西。古時想愛個安排一擺去 Okinawa 來聊。非常konkr嘅時間去講。非常konkr你嗎？這個不能隨便亂講話哈。記得要去身體konkr假設歐北去演漢白出去嘅時間就會不平哦，總唔好別講哈。給你個漢白想要安排去哪片？我其實吼，因為頭擺吼有去過個富士山，登富士山的體驗。我說其實就會知道其實係嘅懂神奇嘅嘅事情，係因為你真見天天嘅去山去到當個嘅時間，即係看嘅風景吼，永遠都會記得。我想我想愛今年嘅時間呢，就係去台灣東島嘅百岳，像是家下嘅會前有個合歡山，還有玉山啊，要有百岳。超愛。好，加油！就是白嘅私密你講講，哎，我看應該貼上啊，這樣安好搞哦，誒，韓白走在土崖橋下去哦，他就簡單回我說，可是很難哦。可是我開始都佢講嘅係正經啊。其實大概幾都敷衍嘅，其實大概就看到佢老披薩先會朋友出去講，就講，誒，我咩就講，哦好，喊一百來個，後來我又看到佢老披薩出去，大家心平氣和一下。一開山後，喺我揪團，我要承擔這個壓力呢一點嘛。不是，我一定要自己保險。我們自己有保險。好，睇下這些運動吼，韓國人行開去呢，就喺台灣唔係東東出名嘅文化咩？係咪喺東島嘅部落體驗？咩我喺上海去體驗，希望今年都做一做到。我們也好想去哦。沒關係，要部落體驗，我就做得。我們自己去打聽下去。我們自己去。你家來發呢個團，超太架橋下來去，去台灣嘅各大嘅角落，就做得太架橋下去。咁假如你想去哪度地方咧？阿妹東上我去魯陽，會不會吃到魯陽都麻煩啊？我去到神那邊嗰個素材，係我準備動多嘅東西，一下乜嘅東西都要你老你準備好勢，唔多啊就做得咧，就係懶人露營。你他懂事哈，你讓傳片，還有乜嘅北歐風情嘅 T 恤總鋪，東江啊，做得美美地翕相打卡，做得高到放放。5星嘅酒店做得，有冷氣嘅帳篷呢，有冷氣嘅帳篷，跟民眾哎呀，抖音，就平常時都可以吃嘢呢。我按老細講一下，給我多錢，因為有一些貴的，都貴嘿。兩個假期走得啦，走得，加一付錢有打折。白 Cam 來講一下，你韓白想去哪條台灣地圖？國內離島，台灣的離島，你剛才講嘅乜嘅？佛孝島，還有豐寮島，還有
蛇溜 Q， 馬介風頭島，基本咪冇去過，我該挑戰的。那當時我去該呢度嘅年紀係因為講，記得該開發還蠻硬過吼，還蠻硬多，所以該風險曾經凍河，還有體量嘅菜地嘅文化曾經凍河。那想講台灣人有冇走？不能去看我們的國土呢，對不對？全部都去過啊！還有咧，我糖我個蛇溜 Q， 有個偶爾食到飽，開放報名。偶爾食到飽，嘿，有有強下去嗎？我係一送到嗰種寒嘅感覺。偶爾食到飽。它也不用出皮。哎呦，走的，唔係，我覺得係偶爾食到飽，已經當聲音。對我來講，我咪會吃到，因為我平常冇食海鮮，我單常食嘅就係偶爾。好啦，來報名啦，報名。只有我那個 keep 上。係，等下那個報名鏈接就在川本台之間，你會發現冇人讓你跳下去。來訂閱高低兄弟，冇人講大講大咧。OK， 小鳳來推薦一下，對參拜唔想去哪一片？係哦，幾擺講嘅南投嘅就茶龍埔，茶龍埔團城，南投哦，車龍唔係，因為嗰條後東西喺北強，揀門票嗬50塊，地板青菜本料全部都得搞，佢地板都得有嘅 VR。係就帶個係嘅3D 嘅斷層嘅影片嘅視覺體驗。啊，個還有個跳舞機啦，地板咩都得有樣片都得看啦。那就 KTV 啦。係，亮幕，亮幕去播。還有卡拉 OK。係卡拉 OK。我呀最重要係乜嘅？呀家中大聲人嚟，喜怒不之外，行過呢嚟以後，當主頭10爆發一定要去記得喂，才能去。聲人嚟去到地度嗬，因為佢喺只室內空間，見樣嘅只咩冇乜那地方好去嘛，係聲人就開始野放，野放，就不用收回來了。而且睇到了水以後呢，四彩圈圈又做得到嘅天空之橋。係嗰條風景要動靜，啊，做乜解講？當主頭去加才能去，以後去天空之橋，因為拄好要太陽下山的時候，去天空之橋，還有滿月，好，還有夕陽很漂亮，係嗰條夕陽很漂亮。唔過我特別，因為我去南投東島拜，我特別喺 Google 看一下嗰隻嘅。體力有演嘛？係，如果係紅字哈，嘅鳳仙，尖峰時刻，跟我就我老公我就唔會去，係冇唔錯。係啊，講係好不，我想我帶佢到去嘅星月天空。係，係親子去過，誒，因為我問去過啊，當然講嗰條嘅動物嗬，全部係野放嘅，唔做得去 V 記。水蠻熱鬧。你昨天去六福村啊？六福村點樣？邊野放嘅呀？沒，一定係講，咁樣係細細隻嘅嗬，然後誒。網美們都得喝咖啡、打卡、拍照，係嘛？啊，星爺都得到痛苦窮下去野放，啊，我就都得係坐定，然後看着樹。冇，佢我記得夜景咩係動厲害啊！其實大家見到小幾度遷到台灣好搞好料嘅素材，其實就搞唔順啦。觀眾朋友，你有想過台灣那片好搞好料嘛？有去搞過冇？下擺想去那片咧，你下開始去安排咯。我記得下禮拜同嘅時間，我哋繼續來視觀後生太上宮。要發太假歌，張偉亮，拜拜，張偉亮，我謝謝。